你的丰盛，享受你的满足，伫阮的这个社会、国家每一个百姓的心内，互阮通知有主伫阮的国家是一何等美好的代志。阮伫明年新的一冬，无论伫阮的国家、伫阮的社会、伫阮的家庭，甚至是阮的个人，搁一摆看见到主你的赐福，甲主你的保守稳定。感谢主，阮安尼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要特别邀请咱的中保大岛的同工，咱的秋雨姐妹哦，咱看一下，咱这位拍破来邀请咱见证。兄弟姐妹平安，真欢喜今日有这个机会伫遮会当和大家分享上帝伫阮厝里丰富的恩典。我叫做秋玉，我和彼得是伫15冬前来到富强教会聚会。来到富强第2冬，阮就有报名参加中保大岛的服侍，这是一个真水的服侍。这冬来丰富的恩典，满心感谢。我有2个囡仔，2个囡仔真活泼，真活泼。嘛真叛逆，所以14冬前我的厝里吼，那战场共款，逐工吵吵闹闹。有一天，细汉志奇甲我讲，伊要去图书馆读册，我嘛相信啊吼，我真单纯信，所以伊讲伊要读册，我真欢喜，所以我和彼得嘛准备要去大岛市来大岛。我入到大岛市，我尽管是我会先甲我心内的烦恼，先甲上帝讲。我嘛会提名为着我2个囡仔，为着我家庭来祈祷。迄天伫大岛市，我咧替囡仔祈祷的时阵，我那时看到一个相片，一个图像。我看到伫东安路有一个我真熟悉的店，边仔有一个巷仔，我无熟悉，迄巷仔我无熟。有足侪真侪脚踏车，有一只脚踏车是我熟悉的脚踏车，我就真正行到遐，我和阿德。伫祈祷服侍了后，我就真正去遐看卖。我真紧就找到迄个我真熟悉的脚踏车。这是啥物所在？伫遐代理老师的工作。因为疫情，伊转来，转来到台南。感谢主，为备办真好工课，伫开元国小有代理老师的工课。嘛真感谢主，今年初伊有通过飞盘飞盘亚洲锦标赛、亚锦赛国手的甄选，诚做国手要出国比赛，是伊为细汉到大汉上大的愿望。所以伊真欢喜，伊嘛真认真准备。毋过今年伊阁有另外一个困难的挑战，就是伊国小老师的考试。志奇就是伊国小老师的考试。志奇毋是真贤读册，伊真爱体育，毋过毋是真贤读册，所以考试对伊来讲是真困难的代志。我知影伊爱上班，伊爱国手的训练，伊爱准备考试，伊阁真意爱服侍，伊的时间实在真有限，实在真无够。我常常甲伊讲，你着爱较认真准备。伊嘛常常滚耍笑，甲人讲，伊毋是足够读册，所以考试我考第二遍才会通过后。毋过今年已经是第2遍啊，所以伊一定有真大压力吼。我大概甲伊讲爱认真读册，伊就甲我讲：妈妈你放心，我一定会找时间准备啦。我听到找时间准备吼，我就愈烦恼愈紧张。毋过即马囡仔拢袂当念哦，我若想过甲伊讲哦，伊就甲我讲我无爱考啊，我就点，袂要紧，好佳在我有上帝。伊无爱听，我甲上帝讲，我逐工毋知逐工无，我真认真为伊祈祷。我嘛写大岛卡。这是第1张大岛卡，我写大岛卡来替志奇祈祷，请中保大岛勇士帮伊祈祷。我嘛伫小组提名替伊祈祷，我阁有2个 RPG 祷告小家，逐礼拜我小家姊妹袂嫌我啰嗦吼，拢提名为着志奇祈祷。感谢主，真正是袂要紧，阮继续祈祷。剩台南上尾一个机会，感谢主，真正是帮助伊考试真顺遂。伫考试了后，我有看到讲，伊伫迄边缘通过吼，比标准搁较悬1分通过。
哈利路亚，俄罗主，我知影这考试对伊是真难、真难、真难的考试。虽然是边缘通过吼，第一趴通过，我嘛是感谢主，我真欢喜，俄罗主。啊，面对这水的稳定，志奇嘛真正是放了一切真无用的代志，专心来准备伊的第二阶段的试教及面试吼。这时阵伊家己嘛写一张台德卡，这是第二张台德卡吼，志奇家己写台德卡，望上帝引带伊会当通过这个考试吼。感谢主，伊备办真好的天赛，伫伊代理的学校开元国小有老师邀请资深的校长兼有经验的校长甲老师来甲伊做训练吼，甲伊做模拟考试哦。啊，伊的学长嘛甲伊收集真侪资料，真做真好的帮衬。伫要面试的前一天，伊要抽顺序吼，伊就甲上帝祈祷讲，伊要抽1号。啊，真正抽到1号，伊真欢喜。转来甲我讲，我就甲伊讲，你真奇怪，你哪要抽1号？1号介紧张呢？伊讲，因为是礼拜日考试，伊想要较紧来考试了后，赶转来第2场来敬拜上帝。我听到我真个真感动，我感谢主，互这个囡仔有这个勇敢的心，甲听主的心。实在感谢主，引带志奇伊的考试真顺遂，伊真正通过第2阶段的试教甲考试，伊真做一个正式的老师，一个国小正式的老师。其实我知影志奇的有限，甲伊的无够野。我知影，干那靠志奇家己的拍拼读册，伊是袂当通过这个考试的。我知影这个拢是上帝的恩典。阮真正是大声喊哈利路亚，感谢俄罗主。煞接是要分发学校，志奇第1阶段是边缘通过，差不多60几名。第2阶段伊进步到22名，真大的进步，真大的稳定。我知影这真正是上帝的恩典。啊，毋过录取25名，伊第22名。伫道拢滚生笑讲，录取25名，伊第22名，伊分发可能是指定南西，也是真远的所在啦，这真合理嘛吼。我较实在，我真正甲迄学校拢摕出来，一个一个甲志奇沙盘推演吼。较实在的是，伊应该是新营，还是嘉义，还是善化，这3个学校是机会上大。不管是到分发迄天，真奇妙。较远的学校，新营、嘉义、善化，较远的学校，真几名拢填了啊。结果伊22名，伊会当填到伫台南市区伫义在国小，比阮所想的搁较近，搁较方便。阮真正是知影这是上帝的恩典，感谢俄罗主，真正是阮一切荣耀归乎上帝。我要讲，还佫有2个见证哦，毋过我会讲真紧吼，毋免看落。伫顶一期的8月，中保大岛见证的时间，阮大汉后生志佳甲新妇伊宁有转来，因听到见证，伊真感动，伊就讲伊要写大岛卡，伊叫我帮伊写，2个拢写要换头路的大岛卡。我甲伊问讲你是安那？新妇伊宁讲因为伊和头家理念无介合，伊嘛准备想要做妈妈，伊想要怀孕生囡仔，因为头家无介鼓励少年的查某囡仔，就遐早的准备要做妈妈，对前途有影响啊。所以其实他们的环境不是那么友善，所以要找一个对少年妈妈较友善的工课。大岛卡写了无偌久，真奇妙，伊的头家对伊的态度改变真多。真甲伊肯定，嘛袂阁甲伊讲，莫遐少年做妈妈，拢袂讲啊。就因的关系的工课真顺遂，互伊感觉上帝真正真奇妙，用即种无共款的方式来应允伊的大道。毋过，阮后生伊嘛是想要换一个伊会当搁较好会当挑战的工课。上帝无随应允，伊有几若遍的机会，面试的机会，拢无通过，拢无有好的消息。阮继续祈祷，继续等待。阮知影上帝备办的一定是上好的。祈祷4个月了后，
真正是感谢主伫12月初又通过一个面试，伊得到一个工作机会。这个工作机会是伊真期待，伊真意爱，真正是超越伊所想、所要爱的工作机会。伊真正甲我讲，上帝备办的是上好的。感谢主，阮一切应要归乎上帝。阮真正感